睇咗佢一幅相，我就揾咗佢啦。我覺得好特別，個樣吸引咗我。時間去翻王晶揸住呢一本便利嘅時候，一眼就睇得出舒淇係可造之才，即刻急 call 拍檔文俊。晶哥一睇然後，喂，呢條女索喎，咁佢係忙啊，佢就派我去。文俊喺台中約咗巴比倫出版人同經理人蔡正良見面，第一次見面，舒淇竟然遲咗6個鐘先出現。真的忘記，後來回到家，在下午2、3點看到那個扣機，到夜晚9點鐘，舒淇先嚟，遲到咗6個鐘頭。我第一個印象就係舒淇好自然，同埋佢個嘴唇好性感。翻到香港，一場命運交易就喺一本便利嘅會議室入邊完成。講咗好鬼耐，仲100萬港紙就買晒成個 right，我就係知道嗰個台灣佬出嚟笑到哇4萬咁嘅口。呢一個時候嘅舒淇拎住2000台幣一個背囊，飛去一個完全陌生嘅城市。佢住喺冇窗嘅地下室，夜晚靠睇粵語殘片自學廣東話。夜晚收工就睇呢個粵語長片咯，同埋聽嗰啲新聞咯。片場嘅時候，其實好多人都教我講廣東話。命運冇俾佢太多選擇，但佢好清楚佢嘅目標。我就定葉玉卿是我的偶像，我做到跟他一樣就可以。我5年之內如果沒有辦法達到什麼目標，就不要做了，就回台灣了。一個叫林立慧嘅台灣女仔就咁樣用文俊幫佢 upgrade 嘅新名字舒淇，喺異鄉開始咗屬於自己嘅重生。最早舒淇個舒字咧係一本書個書，變咗而家呢個舒服個舒啦。嗰個淇咧就係你老哥個淇，改做3點水咧，因為3點水係旺女星噶嘛。啱喎，旺到舒淇呢個名，短短2年內就喺香港金像獎上出現。最佳新人，色情男女舒淇。謝謝文俊，還有金哥，